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24。以赛亚书43章20安尼讲：你对水中经过，我的确甲你三个伫地。你经过江河，水的确无淹没你。你对火中行过去，的确无受烧，火焰也无倒伫你的身上。三个来祈祷，要互水无淹没，互火无倒着伫阮的心的天平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伫困苦甲试炼中，你的应允坚定无改变，成做阮心中的安慰甲扶持，也是阮逐时逐刻的快乐甲帮助。主啊！伫极其困难的时，愿坚信你的手无离开阮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！虽然环境充满试炼，虽然患难亲像大水往阮涌来，虽然苦难也无远离，总是你应允。阮对水中经过，你的确甲阮三个伫地。阮经过江河，水的确无淹没阮。阮对火中行过去，的确无受烧，火焰也无倒伫阮的身上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属你。